关系。好，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这个主题啊，叫做马大与玛利亚。好，我们要来看一个经节，是路加福音10章38节到42节。好，那在上面的荧幕上面有这段的经文，好像这个故事很多人都很熟悉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读一次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耶稣进了一个村庄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他到自己家里。她有一个妹子名叫玛利亚，在耶稣脚前坐着听他的道。马大伺候的事多，心里忙乱，就近前来说：“主啊，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，你不在意吗？请吩咐她来帮助我。”好，下一页。好，自己按。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”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父神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主啊，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有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也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耶稣基督用重价所赎回的。主，我们也为欣荣来向你献上感恩，他和他的先生敏琪能够在加州有好的敬拜，有好的学习，在那边有好的生活的经营。也求你继续祝福在欣荣他们在美国的起居，以及在教会的服事，有上帝你的带领。主啊，也同时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，不论在人生的学习，或是在婚姻的预备，以及在教会的服事上面，都能够从现在开始就不断地来经营，不断来努力，来建造那好的根基。主，也求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因你的话语得到智慧，得到帮助。献上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今天讲到这一对姐妹，好，姐姐叫做马大，妹妹叫做玛利亚。好，那他们还有一位弟弟叫做拉撒路。好，那马大、玛利亚、拉撒路，好，这三个人的组合的出现呢，好，其实在圣经好出现的地方只有3个地方，好，一个就在路加福音第10章，另外一个地方就在约翰福音的11章、12章，好，只有在这个地方有提到，好，他们是一个姐弟的关系。但是呢，这段事情，路加福音第10章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马大和玛利亚，好的这个事情，好，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特别记载到的，好，在约翰福音好。所记载的是另外一件的事情，但是呢，这让我们学习到一个服事的功课，好，就是我们上礼拜所学习的，上一次，好，上一次我们有提到什么是侍奉神，好，我们再来读一次，侍奉神是不论你做什么，你的对象都是神，不是哪个人或哪件事。好，当我们要进入服事，好，除了要敬拜神，好，开始与神亲近，参加教会的团契小组之外，开始我们有被神的爱所感动，要开始服事。我们要明白这个服事的对象，好，都是神，不是在人的身上，或是在哪件事情的身上。所以侍奉神，好，就是要把对象焦点在神。那什么叫对象焦点在神呢？首先我们要来看马大的服事算不算服事？马大他在今天当中，我们看到马大哇，他为很多的事情忙碌，他邀请耶稣来到他们家中，好，但是非常的忙。如果我们一般在读这个经节的时候，我们认为说马大好，我们不要学习马大，好，我们应该要学习玛利亚，好，不尽然，好，事实上马大的服事也是教会很需要的服事。跟你旁边说，马大的服事也是教会很需要的服事。马大他的服事有什么服事呢？好，首先我们可以从今天经文里面来看到，好，马大他首先他接待人。耶稣为什么会来到他们家？好，是因为当耶稣进到这个村庄，马大他主动去接待耶稣，他主动去邀请耶稣来到他们家，所以他不仅耶稣也来，耶稣的学生也来，甚至好可能邻村庄里面好跟随耶稣的人都来了。所以你平常愿不愿意邀请人，愿不愿意接待人？其实在我们在教会就很需要这样的服事。好，有的人说我不喜欢人家来我家，好，因为来我家把我家弄得很乱，好，来我家我还要花时间招待，我还要请他们吃东西，他们走了之后我还要扫地，还要拖地，很麻烦的，干脆不要来我家。好，最近牧师去开拓教会，然后呢，在那地区社区，好，就有一些新来的就跟他联络，我们可以去你家探访去你家拜访一下，好，但是呢，他说还不方便呢，好，这个我先生他还不是基督徒，他可能不方便。
好，但是牧师过去在南部的时候，好就不是这样。好，在南部的时候呢，好去一个人家都不用先打电话预约，好，而且呢就直接去，好去也不用按电铃，就直接开门就走进去，好，然后你可以直接走到他家任何的地方。好，我觉得那个是一种那种一种接待，好被接待的感觉。好，可惜越北部越都市的地方，好都是高楼大厦，好都是警卫，好都是守卫，好，所以你不要说啊。你要见个人哈，实在是很不方便，很不容易。好，但是在南部的地方，好倒不会这样。但是我们看到马大，好他的服事是首先我们可以学习，他愿意接待人。你愿意接待人吗？好，当有人如果有需要，好到你家做的时候，你愿意接待他吗？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需要过夜，甚至有时候在你家能够聚会，好有一个团契，有个小组一起唱诗歌，你愿意吗？好，第二个马大的服事让我们学习，就是他看见众人的需要。我们一起说一次。看见众人的需要。好，马大他邀请人来，他不是说啊，大家来做就好。哇，他知道这么多人来，他当然就是大家可能渴了啊，需要准备水啊，饿了啊，准备个茶点啊。好，然后累了啊，可能要给他们一些毛巾啊，洗手啊，洗脚啊。所以我们看见马大，好，他是一个值得我们学习，他有很好的观察，他有很好的这个怜悯的心，他愿意去服侍，去帮助，看见众人的需要。所以他就开始为这些事情就开始要忙碌，好，因为如果没有准备的话，这些人可能耶稣来，但是让大家没有办法得到这个需要，没有办法被满足，所以也是我们教会很需要看见别人的需要。你是否看见你朋友的需要？你是否看见孤单的人需要？你是否看见那些伤心难过的人他的需要？你是否看见你的同学他的衣服怎么穿一整个礼拜都没有换？代表什么？没洗澡，好，对，但是为什么没洗澡？好，有可能就是因为他家里面他可能没有第二件的衣服，他可能没有很多衣服，可能这个人他的鞋子都破了，好，怎么还在穿同一双鞋？好，鞋底都破了，好，代表要不是他很邋遢，不然就是他的家里面不允许他再买一双新的鞋。所以马大他可以看到别人需要，他越主动去做。所以第三，马大他就是一个主动并且有一个责任感。好，我们说肯主动并有责任感。有的人看见别人需要，但是他不会主动啊。我知道他家有需要，我知道他很困难，我知道他很难过，好，但是我不见得会主动去关怀，而且呢，他主动他也不见得会把这个事情当作是他的责任，好，真的要帮助他，帮助到底。在教会服事当中，好，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主动服事的人，胜过那些被动。好，但是往往我们在教会当中都是我们有这个服事，好像我们下礼拜要去少辅院啊，有没有人要来少辅院服事啊？然后就开始号召啊，就呼吁啊，好，然后到最后有的人就出来，没有的人就没有，好，所以大家显然大部分人都是被动。好，但是你会看到主动的，好像刚刚就有人说，牧师，你现在在嘉光那边比较忙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？好，他说他一个礼拜哪几天有空，好，可以叫我告诉他。可以有这样子马大的服事是很需要，好，而且会带来教会的帮助，因为他能够主动看见需要，并且能够询问，而且能够忠心的把它做好。教会需要有这样的服事，愿意接待人，看见众人需要，好，并且另外好。马大他对耶稣有信心，好，这件事情呢，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11章24节、27节。好，这件事情呢是在约翰福音可以看到，就是讲到拉撒路，好，马大和玛利亚他的弟弟拉撒路病了之后呢死了，离开他们了。这个姐妹非常的难过，好，不能接受。但是呢，耶稣知道这件事情，好，他并没有马上去，而是过了几天之后。4天之后才去，到了他们家的时候，好，耶稣就对马大说，24节，马大说：“我知道，在末日复活的时候，他必复活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对马大说，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，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”当马大好听见耶稣讲这样子的话的时候，好，他有信心，好，他没有说耶稣啊，有可能吗？我的弟弟还有可能会复活吗？好，而且呢，耶稣又继续说：“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”然后耶稣就问马大说：“你相信这话吗？”27节，马大就说：“是，主啊，我信你是基督，你是神的儿子，就是要临到世界的。”
所以马大他也值得我们学习，就是他对耶稣所说的话有信心。虽然这个事情他没有看见他的弟弟复活，虽然那个时候他弟弟已经死了4天，身体都臭了，但是马大他有回应耶稣的话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马大的精神。当我们能够回应耶稣的话，就是对圣经里面所说的话，我们能够有信心，能够相信，我们才能够跟主连结。所以你看见圣经怎么描写马大呢？在约翰福音的11章第5节，马大是耶稣所爱的。好，我们说一次，马大是耶稣所爱的。11章5节这样说：耶稣素来爱马大和他的妹子，并拉撒路。好，约翰在这边告诉我们说，耶稣他爱马大，也爱马大的妹妹，他反而没有把他妹妹是什么名字写出来，还有他的弟弟拉撒路。所以这个姐弟这个家庭是让耶稣很喜爱的。我们很少看到在圣经当中有特别描述耶稣爱哪一个人。好，耶稣素来平常爱哪一个人。所以马大他能够有这样的关系，能够得到耶稣的喜爱。我相信这是圣经上面这5点，我们在圣经当中可以找到线索。好，就是愿意主动服侍，好，愿意接待人，愿意看见人的需要，并且主动负责任，并且对神的话有信心，就能够得到耶稣的喜爱。所以马大的服侍好不好，重不重要，需不需要？但是有一个比这马大服侍更突出的，就是他的妹妹。他的妹妹玛利亚，她没有什么服侍，她只有一件事情，叫玛利亚的心志。好，我们说一次。玛利亚的心志这一件事情，她的心里面有一个志愿，有一个志向，这件事情居然超越了她的姐姐，超越了她的姐姐。好，她的姐姐的服事，如果以我们今天迦南教会的标准来看，哇，已经不错了，可以做小组长，可以做区长，可以做执事，做长老。如果在今天教会来看，马大他已经是一个很棒，好，是一个很有信心，可以是一个教会的领袖。但是他的妹妹超越了他，什么事情让他的妹妹超越了他呢？好，怎么一下跳这么多？好，一个一个来。好，第一个，玛利亚的心志就是坐定下来。我们说一次，坐定下来。当耶稣来到家里面的时候，如果你是那个马大或玛利亚，你会选择什么？像大部分人赶快去整理啊，扫一扫啊，然后赶快清一清啊，端水的端水，倒茶的倒茶。有时候我们去参加家庭的小组，都是这样。好，小组的聚会在唱诗歌，在读经，在分享，在祷告，都在聚会。可是那个主人就是都没有在这边。有时候我们去家庭的追思礼拜，去家庭的告别式，也是这样。好，我们真正是要去这个家，在关心这个家里面的人。可是呢，他只忙着做主人的事情。但是他却忘了要坐定下来，所以牧师做久了，好，我们看见一个人的信仰，好，就是说去到这个家里面，哪一个人他可以坐下来认真参与聚会，你就可以看出这个人，好，他跟神的关系，跟神的距离好不好？包括不是只有在家庭礼拜，包括你来教会服侍，来教会做礼拜，好，有没有坐定下来？有没有真的心里面安定？有没有静下来？参与要跟主亲近，还是开始忙东忙西，然后一下看周报，一下看手机，好，然后一下看看别人，好，然后一下忙进忙出。玛利亚的心志坐定下来，就是她成功的第一步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坐定下来就是成功的第一步。坐定下来就是成功的第一步。所以你能够真的坐在这边已经坐定下来，要预备要亲近神，要亲近主。那一天，好，你就是已经跨出成功的一步。可是你可能匆匆来到，然后来到之后又气喘呼呼，然后或是你那天很疲累，好，精神很涣散，或是心情不好，好，你可能没有办法坐下来，没有办法定下来，好，你跟神的距离已经被扯开了一大段一大段，你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。第二，玛利亚她所做的就是听主真道。好，请来说一次。听主真道。玛利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。好，在路加福音我们看到玛利亚她坐在耶稣的脚前。当耶稣来到她家，
好，他也不是跟他聊天，而是坐在那边听主的讲道，好，听耶稣在讲道。因为耶稣的教导，路加福音没有告诉我们说耶稣又讲了哪一篇的道，耶稣又讲了什么信息，好，我们完全不晓得。但是我们知道玛利亚坐在那边，她为什么要坐在那边，就是要听耶稣他所讲的话。所以有时候坐定下来，不是说我人坐在那边好都不动，然后像一个雕像一样，好，而是你要渴慕，你的耳朵要打开，你的心、你的灵要敞开，你要明白主有什么话，有什么真理是我不知道，是我还没有去遵行，我还没有去做的。这就是玛利亚她的心智能够成功的第二步，坐下来听主的真道。第三是我们要学习的，就是不让忙碌胜过于神的同在。请来说一次，不让忙碌胜过于神的同在。耶稣在你的家中，这就是神的同在。耶稣在你的房间里面，就是神的同在。今天有家庭礼拜在你的家，就是代表神的同在，因为2、3个人奉主的名聚会，就有主在他们的当中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。可是当有神同在的时候，你却在做什么？当我们欢迎神，神同在，神来了。可是我们可能在打瞌睡，神同在，你可能在分析，你可能在想其他的事情。神同在，好，你可能在聊天，好，你可能在跟忙进忙出，好，虽然你也在服侍，你也在做事情，但是你就跟神的同在擦肩而过，就错过了，就失去了，这是非常的可惜。好，就差那临门一脚。我就看到那足球，好，你好不容易从后场踢带到中场，然后足球又带到前场，然后前场你好不容易甩开了很多的这个敌手，然后就要到门前，好，准备要一进，好，就差一脚就把它踢进去。可是呢，偏偏在那一脚当中，好，你就停下来看手机，好，你就停下来，好，在那边收简讯，就停下来，今天林书豪几比几？好。结果你就失过那个机会，就失去那临门一脚。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、精神，从你的家里面出发，换了衣服，好，洗了澡，吃了晚餐，来聚会，好，或是要参与聚会。但在聚会当中，你都预备好，你也坐下来，人坐在这边，可是偏偏人到心不到，你没有办法享受、追求神的同在，以至于你就是成为那临门一脚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如果有人有机会得分，但是他却不踢、不射、不进门，而失去那一分，我们会笑说：这样子的人好愚昧，你何必来比足球呢？同样，当我们也来聚会、来敬拜神，可是我们没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，我们没有办法邀请神，没有办法专注在神的同在当中，我们就像是那愚昧的人，好，在最关键的时候，结果我们跑去做不重要的事情。跟你旁边说，不要在最关键的时候做不重要的事情。玛利亚她逮到机会，在最关键的时候做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什么都不做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就单单享受在主的同在。这是玛利亚她的心智，这是玛利亚她能够被耶稣肯定的地方。所以耶稣说，玛利亚她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她选择那上好的福分。所以这件事情让玛利亚好，她能够牵动耶稣的心肠。在什么地方呢？约翰福音第11章33节，我们看见刚才看到这个11章里面讲到拉撒路死了4天，耶稣才到他们家。当到他们家的时候，第一个出来又是马大。马大这种是主动积极来迎接耶稣，而玛利亚还在房里面哭，还在难过。但是呢，11章里面33节，好，让我们看见说，当耶稣他来，好，跟马大谈完之后，见到玛利亚的时候，玛利亚到耶稣那里，看见耶稣就伏在耶稣的脚前说：主啊，你若早在这里，我兄弟必不死。然后后面又接着说，耶稣看见他哭，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，就心里悲叹，又甚忧愁。我们很少也看到耶稣会心里悲叹，你也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心里面耶稣心里忧愁。他的忧愁，他会为他的门徒、为他的学生忧愁。
他会为上帝的旨意没有完成忧愁悲叹，但是他特别为玛利亚感到忧伤难过，因为玛利亚是这么的忧伤，玛利亚是这么的难过。玛利亚她能够牵动耶稣的心。当你忧伤，当你难过的时候，耶稣是否愿意与你忧伤，与你难过？因为玛利亚她总是选择专注来聆听神，回应神，她总是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选择享受在神的同在当中。所以玛利亚她总是在她最难过的时候，耶稣能够出现。所以你看，为什么拉撒路复活？当马大跟耶稣讲完话之后，耶稣对他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信我的人，好必定不死。”但是呢，马大说：“我信。”他就去告诉他的妹妹。可是呢，玛利亚她是哭啊，哭之后呢，耶稣在35节11章就说：“耶稣也哭了，耶稣也哭了。为了拉撒路哭吗？为了玛利亚哭了吗？为了马大哭吗？我想都有。但是在11章后面，耶稣就心里悲叹，就来到坟前，所以他就把拉撒路叫出来，好，就把他叫出来。拉撒路他就带着那个裹尸布，就从那个坟墓里面出来。拉撒路能够复活，我在想这里面好跟玛利亚他能够牵动耶稣的心肠大有关系。或许耶稣他本来就定义要让拉撒路复活，但是我更相信是因为有一个爱神的人，而是他对神的爱，让神这样的爱他，所以神要让玛利亚不再难过，让这些人不再难过。好，最好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把他的弟弟活活的带回来，让他能够复活。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，也成为一个后来好法利赛人他们要来严刑拷打耶稣的一个理由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们看见耶稣这样子的爱玛利亚，是因为玛利亚有一个心志。所以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在说，当你专心的爱耶稣，就能够牵动耶稣的心肠。当你专心的爱耶稣，就能够牵动。阿们。你愿意花时间享受耶稣，愿意花时间亲近耶稣，感受耶稣的同在吗？当你愿意的话，好，接下来这件事情又是给你一个挑战。玛利亚她又做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她有独一无二的奉献。请我们说一次。约翰福音的第12章，继续又把玛利亚的事情再次搬出来。好，就是当耶稣好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好，逾越节的前6天，耶稣又来到伯大尼。好，然后呢，在那个地方有人给耶稣预备宴席，马大、玛利亚他们就住在伯大尼。好，那在什么地方预备宴席？好，这次没有写，但是呢，玛利亚她就拿着1斤好极贵的真拿达香膏，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，整个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玛利亚好，她能够这样的奉献，好，是独一无二，没有人告诉她，没有人教她，但是她这样做。好，所以有人看到这个麻拿达香膏，好，在当时是一个人大概要做1年的工资才可以去赚来的贵重的香料。好，那请问，如果你1个月2万5，好，1年可以赚多少？将近60万。好，你这花50几万，好，然后就把它打破，然后去涂在耶稣的脚上，你愿意吗？好，你赚了1年的工作，好，你不是50几万，好，36万，好，36万，你赚了1年买了一个36万的香水，好，你愿意在那个时候就把它通通的奉献吗？就把它打破吗？这可能还不是他工作1年，好，可能是玛利亚，好，他赚了好几年，累积了很久，好，所留下来非常宝贵珍贵，但是他为了耶稣，他愿意把它打破，为了耶稣，他愿意把它奉献，把它拿出来。有时候当我们要爱耶稣，不是只有心，还有行动。玛利亚她找到机会来行动，玛利亚她看准机会来行动，因为她知道
他听到耶稣的教导，好，知道耶稣要上十字架，他明白耶稣成为神的儿子，要担当拯救世人的罪，所以他明白耶稣所要做的，所以他说他再不做就没有机会了，他再不拿出来就没有用了。这个香料好，通常是用在死人的身上，但是玛利亚她不愿意用在耶稣的身上，死掉之后的身上。他知道耶稣会复活，所以他在耶稣受死之前，好就拿出来用在耶稣的身上。所以他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奉献。好，今天有人要做这件事情，有没有办法？已经做不到，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，耶稣再也不死了，所以再也没有人能够去做这件事情。所以你觉得玛利亚的投资值不值得？非常值得。虽然在那时候就有犹大说，这30两银子可以去帮助多少穷人，这36万可以去给多少的这个没有营养午餐的孩童吃，没有错。但是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用上好的行动来证明她的心志，她跟耶稣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就是为什么玛利亚能够胜过她的姐姐马大。如果她的姐姐是这么优秀，玛利亚的心志更加讨神的喜悦。但是不是马大是错的，马大完全没有错。好，只是呢，耶稣也没有说马大你错了，耶稣只是告诉马大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情忙乱，但是你的妹妹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被夺去的，不能被夺走的。所以因为玛利亚她选择坐定下来，她选择听主的真理，她选择不要让忙碌来取代神的同在，所以她能够做出在约翰福音12章独一无二的奉献。你会发现这样的奉献真是太有价值，普天下都要纪念玛利亚。所以从今天马大的服事，还有玛利亚的心志，也是一种服事，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服事。牧师举了4个在服事上面的警讯，是我们要提醒的。如果当你在服事神的当中有这4个警讯，你就要停下来好好的思想。第一个，事情变多。当你的服事的事情变多，好，你本来只是做一个很简单，刚才新荣说她要找她的老公参加圣歌队，哇，牧师怎么会成为牧师？如果要我回想，我在教会第一个服事就是参加圣歌队。好，所以参加圣歌队有可能会成为牧师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参加圣歌队有可能会成为牧师。好，但是不尽然了。好，但是我的确就是高中的时候，好，在教会没有服事，只是去做礼拜。好，做礼拜又不需要我帮什么忙，也不用招待，所以就说啊，我们做完礼拜留下来练歌好不好？然后好啊，唱台语的。好，就从不会看谱到会看，然后从可以唱和声这样子，然后越唱越有感动，然后就一路就进入神学院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也要留下来练歌，不要忘记。好，如果你有心要成为牧师的人，好，也可以留下来练歌。好，但是你不要想说我不要当牧师，所以我不要叫我来唱歌。好，它没有绝对。事情变多，好。一开始的服事很简单，但是圣歌队开始叫我，敬拜团也叫我，然后呢带小组也叫我，好，然后要做招待也叫我，要放投影片也叫我，要准备爱餐也叫我。去年我们在做这个核心同工的聚会的时候，好，发现有人好他在教会的服事，好，有人是1样，好，有人是2样，好，有人3样，最多有人超过10样，好。有人超过10样的服事，好，那我相信好有可能，好，因为在教会真的服事太多。但是你的服事这么多，你觉得服事会不会有好的品质？你的服事这么多，好，我看到这么多的服事，其实他可能都是要应付这些就来不及。他怎么照顾他的家庭？他怎么做好他的工作？他怎么调整他的休息？更重要的是，他有没有安静下来跟神亲近的时间？今天你来教会，你可能也有服事，你忙了这么多，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，这么多的钟头，这么多的事情，你有没有跟神同在的时候？有没有亲近神的时刻？有几分钟？有时候这都是服事的警讯，所以你不要让服事想说我也在服事，神就喜悦，你就跟慈济好，就有同样的那种
的那种思想。好，实际就是说我要做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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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就可以积功德，就有什么功德就有什么功德。但是我们不是靠服事来得到神的喜悦，而是要靠心志，靠信心。跟你旁边说，我们不是靠服事来得到神的喜悦。对，另外一个人说，要有玛利亚的心志。第二件事情，好，就是当你心里忙乱。好，请我们来说一次。心里忙乱，耶稣对马大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的不是我圣经里面描述路加福音，马大心里忙乱。好，心里忙乱，好，在英文里面就是 worry， 还有 upset， 就是他的心非常的忧虑、担忧、着急啊！水还没有开，等一下耶稣就要走了啊！我这给他怎样？好，我去这个小组，不知道看过几次这样的经验啊！休蛋嘞！好，地被棍啊！好这水果拢无加，包炸等去带回去吃。哪一个事情是最重要的？好，我也不是说那些人不对，好，但是我们要自己要从现在就要养成一个习惯。聚会最重要的是在敬拜神，享受主的同在。但是你把心力、把思虑、把心思都放在这些事情的上面、物品的上面，你就失去了，就错过了。有可能一错过就再也不会有，就再也不会回来。所以当你服侍神，心里忙乱，你宁可说我可以不要服侍吗？好，我可不可以赶快换人，找另外一个人代替？但是你不要用这做借口啊！牧师，我心里忙乱，我没有办法来服侍。好，然后过了1个月，牧师，我心里忙乱，我没有办法服侍。明年，牧师，我心里忙乱，一辈子都在心里忙乱。心里忙乱，好，是指我们没有办法专注好于神。好，你可能忙不过来了。这就是服事的一个警讯。第三，计较什么？计较埋怨。马大他看见他忙成这样，好，他忙成这样，就他看见他的妹妹在里面也不做事，搞不好他手上还拿着一个锅子。好，说可能是刚才叫妹妹，妹妹你去帮我装水，就妹妹就拿锅子一进去，看到耶稣那边就坐下来，就忘记要装水这件事情，好，都有可能。但是马大他忙就算了，他要去比较，为什么我这么忙啊？他不用比较，就开始埋怨，就开始跑来说：“耶稣，你看，你不叫妹妹来帮忙吗？好，就叫老师，就叫他妹妹来帮忙。”当我们在服侍，好，开始会跟人家比较，好，为什么我要提早2个小时，他不用？好，为什么我要晚回去啊？他不用？好，为什么我要留下来收这个东西、搬这个东西啊？他们不用，为什么每次都点名都叫我？如果你的服事好开始有比较，会跟人家比来比去，然后开始会埋怨，这就是一个警讯，你可能就要变成马大，你可能就要被超越，你可能就失去了上好的福分。所以在服事当中不要比较，不是只有服事，好，你的人生也不要比较。跟你旁边说，你的人生不要比较。你会跟人家比，为什么他家住17楼，我家住地下1楼？为什么他的爸爸好？这礼拜我去台北，哇，我看到一个小学生，他爸爸开保时捷，好，他从保时捷下车，哇，看这个小学生从小就坐保时捷接送，哇，想说这个人真的是很好命。但是呢，要不要跟他比较？绝对不要，好，不是只有不要，是绝对不要。好，跟你旁边说，绝对不要跟人家比较。你不要比较他的爸爸妈妈怎样，好，比较他的衣服怎么样，比较他的长相外形怎么样。当你越比好，可能会越自卑，或是越骄傲。好，你比不过人家，那就比烂的啊！我比他帅，好，我没有他高，但是我比他好。我没有林书豪那么会打球，好，但是我比陈牧师会打。好，这样的比较，好，你只是一种心态的平衡，好，但是不是神的心意。人生不要比较，功课不要比较，你只要把你自己的角色扮演好，包括刚刚兴隆在这边分享。好，我不晓得你会不会羡慕他，但是你也不需要跟他比较。好，不要说我以后也要嫁到美国，好，我以后也要逃去国外，我就不用在迦南教会服侍。好，他也没有这个意思。但是人生不需要去跟别人比较，而是把你自己扮演好，把你的本分做到，
这就是能够荣耀神。好，你看有没有哪一只猴子会比较，然后开始打架？有没有天上2只鸟飞在空中就开始吵起来，然后互咬？为什么你的毛比我多1公分？为什么你的翅膀比我长5公分？没有鸟跟鸟会比较。如果你看到2只蚂蚁在你的碗里面比较，为什么你多吃1粒饭？你会不会觉得这2只蚂蚁很愚昧？这么多饭，你们偏要为那一碗饭去吵？但是神在看人，就好像在看这个蚂蚁在吵架一样。好，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好，为了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，然后呢吵架，然后吵起来。有人为了一口气，好，为了这个骑摩托车骑在路上，好啊，为了谁在前面谁在后面，也可以互按喇叭，然后就停下来吵架打架，都有可能发生。如果你要比较要竞争，好，这个世界你会活得很痛苦。但是当你能够享受做好你的本分，走自己该走的，做自己该做的，你能够提摩太前书告诉我们说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。你能够对神敬畏，而且能够满足于现状，好，就是你人生最大的福气。好，所以对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。来，请说一次，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。最后，马大他的服事警训，好，最危险的就是这个，想操控神，请写下来。马大他事情多。心里又忙乱，然后开始又看到他妹妹在那边不高兴、比较、埋怨，最后他做了最不该做的事情，他就冲进来打断耶稣的讲道，说：“耶稣，赶快叫我妹妹来帮忙。”意思是怎样？他叫不动他的妹妹，他想要利用神来控制、来叫他的妹妹，所以他意思就是他要操控神。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？有可能，好说牧师，好，你可以去帮我跟他讲一下，好，叫他态度好一点，好，下次看到我的时候要跟我打招呼，好，你自己不去讲，然后要叫牧师去帮你讲啊，牧师，你可以去跟他讲一下，好，他这个衣服穿的这样子，好，很不雅观，好，会去操控别人，自己没有办法去面对、去处理的事情，但是你要透过权柄，好，去叫别人好来讲。牧师常常接到这种电话。牧师啊，阮这个后生啊，叫袂来，叫伊来礼拜拢袂，你当帮我打电话啊，叫伊来做礼拜无？好，我这个孙哦，都没去主理哦，好，都不去主日学，你可以叫我孙子去。好，这他怎样？好，有一些时候好是沟通的问题，好，有的时候好是我们自己做不到，但是又不勤于、不努力去改变，好，就干脆就叫别人去做，好，这是不一样的，好，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在服事当中，我们要小心，要避免，不要去操控神。好，所以最后服事呢，就是要回到对神起初的爱。好，我们说对神起初的爱。玛利亚、马大、拉撒路，这个玛利亚，好，在圣经里面好有记载到，好，原来这个玛利亚她并不是一个所谓的这个什么良家妇女。好，良家妇女，好，这个玛利亚她曾经出过事情，好，什么事情呢？好，就是她有一次，好，她不晓得是什么，因为圣经看不到，好，但是她跟人家做不该做的事情，行淫的时候，好，被人家抓奸在床，好，那不管她是有意或无意的，好，圣经就说，好，这个女人被人家抓奸在床，然后被拖出来。拖到这个广场中间，按照那时候犹太人的惯例，好，就是要用石头活活的把他 K 死、砸死，好，砸到他没气为止。所以一群人通通包围，每个人手上会拿几颗石头，不止一颗，好，因为把他打到死，一颗死得了吗？好，可能每个人都拖一车的石头来，或是在旁边就已经有一堆的石头在那边。每个人准备要开始来修理教训的时候，就有人来考耶稣，说：“耶稣，你看这个人，他做了不该做好奸淫的事情、淫乱的事情，按照摩西律法，你说该怎么办？”好，没有错。第7节说不可奸淫，但是耶稣他来，他又说他神爱世人，好，要救世人的生命，
救他们脱离罪、脱离死亡。那耶稣，你说该怎么办？耶稣好，他怎么办？他就蹲下来，好，在地上写字。然后呢，大家就一直问耶稣：“耶稣该怎么办？”好，然后耶稣他好不容易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，他只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你们当中谁没有罪的，谁没有犯过错的，就可以先用石头，你就可以先砸他。”好，结果呢，没有人敢下手，没有一个人敢动，所以呢，大家一个一个石头放下就离开，最后全部都走光光，剩下玛利亚跟耶稣在那边。然后呢，耶稣又讲完就蹲下来继续写字。好，他看大家走了，耶稣又站起来对玛利亚说：“没有人要定你的罪吗？那我也不定你的罪，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只是怎样，不要再犯罪，不要再犯罪。”为什么玛利亚她会坐定下来，她能够专注的听神讲道？为什么玛利亚她能够把一生最贵重的通通奉献出来给耶稣？因为她知道是谁救了她的命，她知道她能够活着是因为耶稣，不是她自己。你有没有真的这样认识耶稣？你有没有真的相信耶稣他已经救赎你的命？你也犯过错，你也可能走错过路，你也可能接近过死亡，但是你今天能够在这边活着，是因为有神保守，有神看顾。这是你要对神建立起初的爱。好，要明白这个生命是神所给你的生命。当你永远记得你的生命是神所给你的，你就会学习越来越像玛利亚的心志，你会越来越爱耶稣，追求耶稣的同在。所以今天的2个问题，就是你是不是忙于跟服事有关的事情，跟神有关的事情，但是却把神给忘了？还有你的服事的态度要怎么样让神来提醒你？怎么样来回到那起初的爱？你对耶稣的爱还有没有在你心里？还有没有继续存留？还是你只是应付又应付？你一次一次的来，一次一次的回去，但是已经忘记为什么来，忘记要带什么回去。当牧师今天看到庭宇他在 FB 的留言之后，我觉得很可惜，就是他没有真正的时间来认识耶稣。如果他再认识耶稣一点，他再多跟耶稣祷告一点，他的生命不会这么样的短暂，不会这么样的短暂，事情绝对会有所改变。牧师也祷告，在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你要更爱耶稣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，你的生命是耶稣用重价所赎回的。不管你所遭遇的困难再大，你的忧虑、烦闷再怎么样的强烈，没有一件事情是耶稣不能排解的。有可能你做了很多的服事，有可能你有很多忙碌的事情，你没有办法专心来享受神。今天晚上现在这个时刻，用你的心好好来爱耶稣，享受耶稣的同在。耶稣在我们的当中，他在我们的中间，他在寻找那选择上好福分的人，用你的爱来牵动耶稣的心。好不好？让我们这时候我们就一起来开口，来向耶稣、向神、向他来说话，向他来祈祷。主啊，
是的，主，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向你的说话，主啊，求主你来充满在我们当中，主啊，求你将你自己的爱赐下来。哦，主啊，你说在地上有2、3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在天上的父必要垂听，奉主的名聚集，主啊，你就要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我们要专注于你，主啊，你在我们的中间，主啊，我们要来亲近你，主啊，我们要来渴慕你，主，我们要坐定在你的面前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寻求你的旨意，主啊，我们不要让其他的事情来取代神你自己，主啊，我们只要的是你，主啊，我们要的是主你自己，主啊，让我们进入你的同在，主啊，进入你的院，进入你的殿，进入你的圣所，你的至圣所，主你的隐秘处，主啊，求你将我们遮盖，主啊，求你将我们隐藏，主啊，求你将用你的爱将我们包围，主啊，让我们知道你就在我们的当中，主啊，让我们的心向你来敞开，让我们的灵向你来敞开，主啊，让我们向你来敞开。主耶稣，我们要向你来祷告。主，我们要说，我们的生命是你所赎回。主啊，如今活着不再是我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你是这样子的爱我，愿意为了我而牺牲，舍了你自己的生命。主啊，我曾经也是那不配的。主啊，我曾经也是那从阴间死亡权势当中被你所救赎、所买回的。主，我的生命是你给的，主，我的一生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谢谢你为了我，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了何等大的事情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谢谢你。主，我爱你。主，我渴慕亲近你。主，我要更多的亲近，更多的专注在你的面前。主啊，我要更多寻求你。主啊，因为你是我生命的至宝。主，今天晚上再次让我能够跟你连结，让你的爱充满在我的里面，让我自己也充满住在你的里面。主，帮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真实的遇见你，真实的经历你，真实的领受你从天而来的爱和医治平安。祷告奉耶稣的